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雖然好多網友反映小喬技能嘅發動率比起初出嘅時候低咗好多，但今季佢依然都有唔錯嘅表現。下次無雙聯動嘅時候可以考慮抽小喬補紅，而且今次亦係第一次有無雙武將嘅組隊躋身成為港台服嘅四環神。相信港台服嘅生態環境將來同陸服會差距越嚟越大。而今集會分享文友測試嘅喬步騎。佢嘅配置同喬步弓一樣，只係將白馬改成鐵騎，不過要注意返國家需要一速，小喬二速，呂布就尾速。國家一速先手點火，咁就可以喺第一回合呂布發動技能嘅時候，有效咁觸發小喬技能輸出。小喬速度一定要快過呂布，原因有兩個。第一，小喬喺第一回合嘅時候可以藉住文武雙全，普攻加搭馬增加60武力。第二樣嘢就係喺第二回合嘅時候，精準要喺小喬行動嘅時候先會生效。如果比呂布慢，就會有機會因為對方有規避或者抵禦影響到輸出。呢一隊將白馬改成鐵騎嘅想法係用祝融做軍師幫手點火，提高小喬技能嘅觸發率，增加隊伍嘅輸出。改咗鐵騎之後，雖然可以加強降低對方嘅統率，但係冇咗貂蟬做軍師。冇得用無雙飛將嘅情況之下，呂布變咗唔可以穩定咁計窮對方全體，同埋少咗機會降低對方全體統率，反而影響咗小喬技能嘅發動同埋輸出。加埋冇咗白馬主動技能發動增加10%，先攻亦由3回合變成2回合嘅預習，反而冇咁好。唯一可行嘅係本來呢一隊打黃馬槍唔係咁掂，改成騎兵之後打盾兵優勢會好啲。畢竟喺開季除咗大量黃馬槍係槍兵之外，都比較少人用槍兵，而盾兵就有核彈漿，下季仲有大量嘅法官盾。不過總括而言，我覺得用白馬嘅優點會比較多。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